台语文千万字，逐工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新闻常来讲到内行人做代志简单搁轻松，那外行人就三无头涨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日就是简，简单的简，读个案简第二条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简的意思，就是写字的牌啊，或者是册封。过去有文书的意思，若咱现代较接用到意思是形容代志单纯袂复杂，咱讲简单，也就是容易。另外讲代志讲重点，讲一个简单的概略，也就是省略无重要的，咱讲是简略。咱即马讲简约的风格，意思就是简单袂复杂。若过去讲到简约的意思，就是量基约大概。另外这个简嘛，台湾的意思，咱讲是简慢。另外伫咱台湾，咱知影讲细简是一个真普遍的大姓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，听起来要讲，意思差真多。头一个读做简洁，意思就是简单敏捷，会当形容一个人骹手真紧，嘛会当讲是做代志爱较简单的抓重点。咱讲做代志就爱较简洁的。第二个词读做简洁，听起来要讲，也毋过是第四条。这意思是讲真粗，偷工减料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夹做伙。譬如讲，咱做代志就爱较简洁、简略抓重点，也毋过袂当简洁、凊彩、含马虎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简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